係個網友嗱，呢條片有少少講輝達，多啲講嗰件呢個係走私案。呢個係琴日見到呢單走私案咧，嚇大家一驚嘅，因為走私呢個 NVIDIA 晶片去大陸嗰個，竟然係美超微。呢一個咧係 NVIDIA 本來係最親信嘅 distributor 同埋整機嘅製造者啊，即係所謂千防萬防，家賊難防啊！呢個就係好啦。美超微單日暴跌33.32%。我哋一陣睇下美超微啊，佢嘅 market cap 變咗幾錢啦？呢個係呢一個係 market cap， 呢個係應該係仲係有百幾億嘅，百幾億美金呢個。佢最高就去到400幾億美金。美超微係乜嘢咧？NVIDIA 未起家嗰個人，呢個創辦者咧就叫梁建後啊。咁就係同NVIDIA 同黃仁勳好老友，同撈同煲幫佢砌機，深耕 AI server 同埋儲存嘅方案，快速導入最新嘅 GPU 同 CPU， 所以咧佢係最快出到機嗰個。呢個一出到晶片，佢就砌到架機出嚟，係機櫃級嘅成個機 server 做出嚟，然後咧要用逆冷散熱嘅設計。呢樣嘢咧就唔係佢發明嘅，係用一種台灣技術，高彈性客製，即係可以要求你嘅要求咧做好多 custom build 嘅嘢，而且係好快交到機。佢以前就係咁樣。而家咧三條友，一個咧就叫廖益賢，呢個最重要，呢個係共同創辦人、董事、業務發展資深副總裁，71歲。呢個人咧就我睇佢嘅學歷咧就台灣海洋大學出身，然後讀咗個喺嗰啲大學度讀咗個碩士，去美國 Arizona 讀咗個 IT 碩士，冇喺大廠做過，一路都係美超微。咁咧係一個砌機嘅專家嚟嘅，呢個學歷係來自台灣嘅，呢個就係嚇。咁呢一個係當然係梁建後嘅一個 partner 啦，創辦人。佢係做多啲係 sales 嘅嘢嚟嘅，佢係負責多啲營業嘅嘢，所以呢單嘢走私呢單嘢咧就係佢主導嘅。好啦，但係佢有人同佢合作嘅，張瑞倉，台灣辦公室銷售經理，53歲，台灣居民。呢個人咧就係幫佢做手腳嘅，幫手有份做手腳，啲機嚟呢度就轉賣嘅，承包商中間轉手商，台灣公民，全部都台灣人嚟嘅。走私方法，喺美國做咗個 server， 然後去台灣工廠，台灣工廠咧就去咗東南亞重新包裝就炸低。嗰個機整咗個假機就留咗喺東南亞，你去點嗰時咧就可以點到，然後咧就運咗去中國，偽造用途文件，即係你要證明邊個用噶嘛，個 end user， 以第三方物流改包裝，用假機台掩護實貨出境，欺騙美超微合規團體及美國商務部檢查人員。佢係做一啲 dummy 機啊。而係你去點嗰陣時咧，佢話個機仲喺度嘅。你去美超微咧，其實嗰啲機咧係假狗嚟嘅，應該係。起訴書透露手法，用吹風機取下重貼標籤，做假標籤。冇犯法工作嘅 Supermicro 設備複製品，睇起上嚟咧好似真產品，其他嘢一樣啊。個 chips 唔 work 嘅，將真貨運去東南亞然後包裝去中國。然後咧嗰個假機咧就運咗去東南亞，因為咧你會去檢查嘅，檢查咧睇到個假機咧仲喺東南亞，話愛嚟俾邊個用嘅，呢個就係睇其他嘅嘢。走私規模驚人，2024年到而家走25億美金，哇，好賺喎呢班友！即係呢啲機咧差唔多，你咁幫人咁做咧係一 double 以上嘅，呢個係一個月5.1億美金，呢個咁大鑊。根據起訴書，2024年底咧，被告安排輝達最先進嘅型號 Blackwell 賣咗 Blackwell。2025年3月，中國買家已經收到 Blackwell 啦。到現在嚟講 ，Blackwell 都係最先進嘅，直至到下個月開始出呢個 Rubin
呢個 Vera Rubin。美國最嚴格管制嘅 AI 晶片通過走私渠道流入中國。咁嗰陣時啲人話透過台灣，我哋有朋友話俾我聽，有10萬嘅晶片走去呢一個中國。嗰陣我話冇可能話走到10萬，咁呢個咁嘅 scale 咧係走到10萬嘅。美超微呢度有辭任董事，呢個人行政辭職停職，點解唔炒佢咧？終止同呢個人合作，揾一條友翻嚟做代理首席合規長，呢條友負責。嗱，呢個人咧要得到呢個黃仁勳支持同埋美國政府支持先得。Deanna Luna， 因為咧佢就要負責咧就捉合唔合規㗎啦。公司本身冇被告，係嗰條友做啫，唔係公司做。好啦，美超微已經大鑊㗎啦，管理層個會計爭議出唔到盤數，話佢盤數有問題嘅，資訊透露品質受質疑，佢透露嘅嘢唔夠，係累積性治理風險。呢次起訴係內控，你內部嘅控制程序同埋監督制度遭到重擊，合規文件係假嘅，估值即刻大鑊。呢個中國相關嘅負面消息，恐怕讓 Dell 喺 AI server 度獲得至今最大嘅紅利。點解啊？其中美超微仲有啲生意，但係好多生意喺美國嘅生意係 Dell 做嘅，美國以外啲生意咧就有啲咧就係富士康做嘅。咁呢個喺美國啊，咁就係 Dell 做。呢個美超微走私醜聞纏身，治理折價擴大，大客戶轉單。呢個係呢個 Dell 咧合規流程成熟，企業市場深耕，至今最大嘅紅利。HPE 政府標案經驗，第2供應商定位，仲有當然啦，海外最大就富士康啦。富士康咧就幫佢裝各式各樣嘅機嘅，呢個係非法將受管制嘅美國電腦轉移到中國，係徹頭徹尾嘅得不償失之舉。你講貨邊個咯？呢個就係。其實貨嗰個人嚟講，佢真係賺咗幾十億美金，可能賺咗20-30億美金。呢個係一世都冇嘅機會。佢覺得坐翻10年8年監都係抵嘅。呢個嚇貨黃仁勳嚟講，賣一啲去中國咁係冇乜影響。佢覺得可能你有中國人會有好多，係咪？佢嘅銷路好咗。輝達表示嚴格合規係重中之重。唔為走私系統提供任何服務或者支持，即係你走私嗰啲晶片一俾佢揾到咧，壞咗咧冇得整，呢個就係。我哋睇下美超微啊，當日啊佢起家嗰時咧係20億嘅股票嚟嘅，最炒高咗10倍，去到100幾蚊。嗰陣時咧480億美金到嘅市值，呢度開始第一波跌，就因為佢話佢啲會計啲數咧係假嘅，交唔到數出嚟。而家咧再下跌，跌到20.52，市值係16倍幾 PE 嚇，市值係123億美金，123億。當日好多人都問我買唔買美超微，我話我唔會買美超微。點解唔買美超微啊？因為呢個我問啲人點解唔買美超微啊？因為美超微咧，佢係搭住呢一個黃仁勳。呢個搭住 NVIDIA， 所以 NVIDIA 銷路起嗰陣時咧，佢個需求咧就好大，佢嘅生意咧就擴大咗。但係佢呢種生意咧，佢係冇護城河喎。咁當黃仁勳嗰個需求大到咁犀利咧，佢一定揾其他 supplier。終於咧，你係冇定價權嘅，嗰個毛利咧係不停下跌嘅，將會係你叻得過富士康咩？做機富士康啊嘅盈利啊，得3-4%嘅啫，嚇，朝三暮四嘅啫。輝達而家重啟中國版 AI 晶片啦，而家開始賣啦，呢個係呢個3月17號講，係賣 H200。嗱，我解釋俾你聽點解賣 H200，用舊嘅 Hooper 已經係美國政府出口許可啦。中國客訂到單啦，中國客咧要攞訂單之前咧，係要攞到個 permit，中國政府佢咧就會計咗你買幾多大陸晶片，準你買幾多美國晶片。幾個禮拜前、1個月前先話唔做，而家又開始做。出口附帶嚴格條件，
嗱，要俾25% 關稅美國政府，即係咧佢本來3萬蚊一片啊，咁而家咧可能係4萬蚊一片，抽咗25% 俾美國政府，佢多數都加落去㗎啦。呢一個係每一個客只係準75000片，咁呢個75000片都好多咯，因為咧總上限得100萬片。一年只係準賣100萬片，你如果咁嚟講係200億美金度啦，啊！出口前要接受實地檢查。輝達再出招啊 ，Clock 嘅中國版啊，呢一個晶片係好緊要，佢用咗200億啊，其實係170億啊，買咗嗰個授權協議，佢就特登唔買間公司，亦都唔買個技術，佢準用。然後佢就刮晒間公司最叻嗰啲人過去幫佢 develop， 聚焦喺 inference 嘅市場、推論市場。5月推出啦呢個，哇好快啫！佢呢個推論咧係平好多同快好多 ，latency 好少 ，certainty 好高。呢個就係因為佢嗰個記憶體啊，呢個 mRNA 啊 RMRAM 係附咗喺嗰個晶片上面嘅，喺晶片入邊嘅，唔係蒙特利爾架構嘅，唔係鋼盔版本，唔係專為中國市場打造，同其他系統可以整合嘅，因此係。黃仁勳講到2027年底呢兩隻嘢加埋就賣到1萬億美金，26、27呢一個係2年。佢就已經賣咗幾百億啦，咁你可以計下每隻幾多啦？呢個係呢個預測咧冇包括中國晶片，中國晶片咧而家多咗個嗱，你而家黃仁勳嚇一年係呢一個係大概係3000億美金到，多咗呢個中國晶片，中國晶片大概200億美金到，多7-8%，冇計中國晶片。佢有 CPU 嘅，有6個晶片嘅 ，Core 嘅授權晶片 ，Rubin Ultra 嘅變體呢個係嚇，咁就包括咗呢個冇包括呢個 Core 嘅授權晶片，哇！呢個好大鑊喎，呢個好多錢啊 ，inferencing 1萬億，淨係講嗰兩樣嘢啫。呢個 Rubin Ultra 係乜嘢咧？就係介乎呢一個 Blackwell 同埋呢個。唔係 Rubin 嘅第2個 generation， 推論嘅轉折點已經嚟到啦。呢個 Clock 晶片咧瞄準推論市場嘅，呢個收購咗 Clock 翻嚟咧，就係因為佢 inferencing 咧係準確好多，同埋快好多。呢個就係字節跳動就點咧？嗱，佢係喺海外用 data， 咁佢就愛嚟訓練佢海外嗰啲 data。中國啲 data 咧唔準出嚟嘅，租咗500套 Blackwell， 36000片 B200， 佈置喺馬來西亞，硬件成本已經25億美金。輝達請咗呢個 server 裝器，呢東南亞中間商 Ablony Wright， 然後包俾字節跳動。阿 Lani 咧，佢以受聘律師事務所確保合規。輝達話出口管制規則容許喺受管制國家以外設廠，呢個就係出口管制你唔准出口，但可以喺外邊設廠，受管制國家以外嘅地方開廠。字節跳動模式咧就喺中國境外佈置嘅算力，其實咧你只可以愛嚟訓練呢一個中國以外嘅 data 嘅啫，因為中國嘅 data 咧唔准 export， 咁於是咧就中國還中國。字節跳動還字節跳動，美超微走私案偽造終端用戶文件，喺東南亞轉運入中國，然後檢查人員，呢一個咧係犯法嘅，呢個係嗱我哋講4隻新晶片摩爾製程呢個係冇咗呢一個星騰，即係華為喺度，木希呢一個碧印科技呢個。瑞元科技呢4間就係中國 GPU 嘅4小龍國產新晶片咧已經滿足本土嘅需求啦，不再需要等待外國先進晶片。摩爾製程嘅 CNO 講嘅，
佢咧就實在錯得緊要啦。但係華山級嘅產品依然落後輝達現役嘅 Blackwell， 佢係發表華山嘅產品咧遠遠落後於 Blackwell。嗱，我哋可以對比下呢啲嘢，呢個就係咁嘅嗰4間廠。呢個就輝達 H100 做一輪嘅對標現象，然後100咧就進步變咗200，而家咧就係用緊 Blackwell 咧就係 B200。華為、昇騰、摩爾、必印、寒武紀係最出名嘅。好啦，呢一個係中國呢一個係大家睇下啦，呢個就係我哋睇呢個算力啦。呢個輝達咧 H100 咧就990，即係1000。呢個咧2300，去到呢一個 B200咧已經2300喎。咦？仲唔係 Vera Rubin 嚟添喎？呢個仲係 Blackwell 架構啫喎。嗱，個算力係咁比較嘅，呢個係640至800，接近 B200，佢話啫。呢個宣稱500至700、400至450，寒武紀。而呢個 B200咧已經係2300啊，係大過佢哋咧4倍以上嘅。記憶體呢度80，呢一個 B200咧就192，呢啲咧冚唪唥都係128啦、64啊、48啊咁樣，爭好遠嘅個記憶體係Top 功耗700W、700W、1000W、3100W，未公開呢一個咧就係嗰個使用電嘅功耗。互聯網可以聯到幾多嘢咧？900、51，呢個係4，呢個未公開。軟件增大用呢個 Cuba， 其他嗰啲咧係要自己研究點樣駁埋落去嘅。我哋睇下，其實街道嘅大敵咧就係昇騰嘅啫，其他嗰啲咧量產係好有問題嘅。呢個一個機一部機，呢個一個系統。呢一個咧華為嘅一個輝達嘅系統咧用72粒 B200， 華為咧用16部機搭埋384粒昇騰，所以華為咧呢一套系統咧呢一個倍數咧係5.3倍，所以用多嘅呢個晶片。然後嗰個總算力啦，呢個300，佢就180，所以咧佢呢一個係384粒，係5-6倍，但係咧嗰個總算力咧就係呢個反而係華為嘅60啊，華為嘅60。佢少好多機，但佢算力咧已經係華為嘅60。總容量49，呢個13.8 TB， 呢個唔能夠比嘅，因為咁多粒晶片同咁多粒晶片。總功耗3.9倍，你可以咁講，如果算力1.7，呢個功耗差距係3.9咧，就即係話中國晶片咧要用多2.5倍，要用多2.5倍嘅電。機架數目16個，系統銷售800蚊美金、300蚊美金，咦，真係好唔抵啊！呢個係即係點講啊？人哋賣300蚊美金，你賣800蚊美金，你就係大人2倍幾，但你嘅算力咧即係大人倍幾啫。你嘅功耗咧大人係3倍幾，係一個好唔合經濟邏輯嘅嘢嚟嘅。單機嘅比較，呢個係 B200同埋昇騰780對2500係4倍啊！記憶體1.5倍，呢個帶寬2.5倍，呢個都係雙晶粒封裝。大家雙晶粒封裝，佢用7納米，佢用4納米。佢 TDP 310，佢係1000。嗱，華為微電子而家咧就華力微電子係預備量產7納米啦，系
係中國第二間可以做呢樣嘢嘅。逼印科技以前咧就偷落晶片咧就俾呢個中芯嘅，而家咧就落俾佢試下，年底前可以生產到幾千片，係第二個華虹。華虹本來係做啲專用啲嘅晶片，佢終於搏命話佢可以做到7納米。中芯係第一間，佢係第二間。中國先進晶片而家做到幾多片一個月咧？2萬，1至2年內咧10萬，2030年咧50萬。50萬咧就唔少啦，但係咧你如果仲係做呢啲咁樣嘅晶片咧，其實係冇乜嘢意思嘅。我真解釋俾大家聽點解。我應該咁解釋俾大家聽咧，因為咧你而家同 B200比啊嘛，你而家同 B200比啊嘛，出年咧你就唔係啊，今年你就要同 Rubin 比。Rubin 咧一粒咧就係大10倍嘅，大5倍以上嘅力量嘅。你而家咧已經同人哋個算力咧係爭幾多啊？算力咧係爭，你要睇呢個算力係爭4倍，4倍再擴大得5倍，係爭20倍。20倍呢一個，而到時你嘅50萬片咧，只係得人哋2萬片啫。你嗰個功耗咧又貴過人哋，所以咧呢個如果人哋係你20倍嘅能力，而你嘅功耗爭6、7倍咧，佢話中國電力多啲，個算力會多啲咧，你得到條數咧就唔係咁嘅。呢個係最後嘅壁壘酷達啦，呢個係要磨損嘅。任何人將佢轉呢個軟件咧，你係要有一個翻譯嘅過程，而翻譯過程咧冇100% 翻譯到嘅。於是咧呢個係要有一個代價嘅，越複雜嘅嘢咧，呢個轉換嘅過程咧越貴嘅。